演戲家族承接過往3年喺油尖旺推廣音樂劇嘅經驗，18有藝飛越南寶石，今年首度踏足南區，為南區嘅街坊準備咗一系列豐富嘅音樂劇節目。今年計劃嘅內容包括音樂劇體驗日同埋音樂劇表演工作坊。我哋邀請咗導演許晉邦、編舞張學良、歌唱指導麥子君，同大家分享音樂劇表演技巧嘅不同樂趣，更特別改編劇團經典音樂劇《遇上1941的女孩》，俾大家喺工作坊完結嘅時候有一個10分鐘嘅小型表演添。跟住我哋舉辦咗3場音樂劇示範及賞識講座，由我同南區嘅朋友介紹世界著名嘅音樂劇作品同埋香港音樂劇發展嘅故事。我哋更加邀請到音樂劇《當家貓遇上貓》嘅2隻主角貓貓莎莎同埋阿國，同我哋一齊教下小朋友點樣欣賞音樂劇添。去到12月，我哋去咗鴨脷洲風之塔公園露天廣場，上演咗3場戶外體驗劇場《回到星星的你》。不如我哋聽下編劇許晉邦講下呢個創作啊！回到星星的你係講述一個外星人嚟到地球尋找愛嘅故事。男主角叫杜蚊津，佢嚟咗地球好多年啦，最尾都係揾唔到咩愛。正當佢決定放棄要離開地球嘅時候咧，女主角錢仲依就同佢表白啦。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女主角就帶住男主角喺唔同嘅南區地標度咧尋找穿越時空之門，希望帶翻佢去80年代嘅華富村度登上嗰架 UFO。過程之中好掙扎，佢喺度諗到底乜嘢先係真正嘅愛呢？創作團隊咧就一齊去咗南區度考察。首先我哋第一件事就登上咗一架艇仔嘅，咁艇家咧就帶我哋喺避風塘嗰度咧就兜圈，睇下唔同嘅面貌啦。我又見到嗰個太白嗰個酒樓啦、海鮮房啦，咁帶翻我好多回憶嘅，因為我細個都成日都會去南區玩嘅，例如去海洋公園啦，又或者會去酒樓飲茶啦。咁呢一啲地標咧，對我嚟講係好熟悉，但係同時亦都好陌生。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喺個創作起點咧，就想將呢一啲地標咧串聯起上嚟。經過今次嘅考察啊，做多少少嘅資料搜集，令我發現咗其實佢係一個好自成一角嘅一個地方嚟嘅。佢有佢自己嘅一個社區喺裏邊啦，有一個屬於佢自己嘅風貌喺裏邊啦。喺裏邊嘅人咧，有佢哋自己嘅生活節奏。呢樣嘢咧係喺其他區有少少唔同。呢樣嘢令我覺得佢哋有一種舒適自在、悠然自得嘅感覺俾到我。我哋好開心邀請到20幾位熱愛音樂劇嘅區內人士，同我哋一齊將音樂劇帶到香港唔同嘅角落。不如我哋又聽下編劇許晉邦講下《香火燎原》係講啲咩嘅？《香火燎原》呢個故事就係講述舞火龍係點樣誕生嘅。咁主角咧就係薄扶林村嘅村長阿火，佢面對瘟疫嘅時候完全係束手無策嘅。咁正當人心惶惶之際咧，喺村民入邊咧就有人提出咗，除咗要清潔街道、保持衛生之外咧，更加就係要燒香祈福，為每家每戶咧求個安心嘅。從此就誕生咗舞火龍呢個儀式啦。咁嗰日喺薄扶林村度去接觸舞火龍啦，去學習做舞火龍嘅時候咧，咁有幾樣嘢好觸動我嘅。其中最主要就係有提到咧，就係佢哋要行勻晒成條村，再行埋去瀑布灣咁樣嘅。對佢哋嚟講，每家每戶都需要呢個祝福，佢哋係願意係一個都不能少咁去祝福晒成條村。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對於一個團體嚟講。但係呢個儀式繼續喺每年去進行，就係希望佢好似係一個凝聚力咁樣，等佢哋可能離開咗、出咗去、搬咗出去嘅村民，佢哋會翻嚟，即係再次凝聚翻屬於呢一個家嘅人。翻嚟呢個地方，一個傳統習俗咧，因為曾經試過咧，薄扶林舞火龍咧係停過幾年嘅，成個薄扶林村嘅村民都有啲失落，咁所以復辦翻之後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啦，就將成個舞火龍統一，只係得一條火龍，
因為其實以前咁多人舞火龍，而家要將佢歸納為一體。我哋嗰一晚嘅活動，正正就係為咗成個薄扶林村。咁嗰個意義係在於團結。最美麗嘅一方面咧，我哋成個插香嘅環節，就係由我哋啲義工隊啦，或者我哋啲工作人員啦，燒完啲香之後，由街坊去插香，有啲街坊、觀眾、遊客去親自去插落去，插滿晒成條龍之後咧，就帶住滿滿嘅祝福去同村民、同街坊、去社區一齊去祈福。團結一致去搞翻好條村，做翻好套戲，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咁樣嘅帶咗咁個心情去排呢套戲，呢個係我最覺得欣慰嘅。首先一樣嘢啦，我哋個計劃個名叫18有藝啦，咁啊其實原意就係希望將表演藝術就帶落去18區，可以更加近距離咁同啲市民街坊去分享呢個藝術嘅樂趣啦。咁我諗第一件事就係要佢哋喺呢度透過呢個過程咧，佢哋玩得開心啦，佢哋可以享受到一種樂趣啦。咁然後咧就無論老嘅嫩嘅走埋一齊去做一套戲，去克服一個困難。咁啊喺過程入邊可以得到一種滿足感啦。咁更進一步咧，就當佢得到滿足感之後咧，當佢中意上戲劇之後咧，佢可以第日多啲留意我哋演戲家族嘅演出啦，甚至係可以再留意多啲嘅就係其他佢有興趣嘅藝術活動啦，戲劇又好，舞蹈又好，或者係展覽又好。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演戲家族今年我哋參加18有藝最希望可以同街坊分享到嘅嘢。我每一次咧都會為套戲咧度身訂做一啲歌詞嘅，而今次香火燎原裏面咧，我度身訂做嘅歌詞就係點了睛，似跟靈魂共舞，龍珠開路，尋找出路，而香火輪替有道。我希望將舞火龍嘅一啲特別嘅儀式咧收錄喺呢幾句歌詞裏面。咁譬如原來喺舞火龍嘅過程裏面有換香嘅環節嘅，咁我就覺得啊，換香呢個環節咧，好似都係代表住呢條村嘅精神不滅、生生不息、繼續發光發亮咁樣。兩出亦都係透過音樂劇呢個題材去讓觀眾重新認識南區嘅一啲傳說、歷史、小故事、地標同埋一啲佢哋可能成日行過但冇乜留意嘅地方。佢哋嘅表現真係好出色，特別咧係第4首歌。咁其實佢哋都唔係專業嘅演員啦，不過喺我填詞嘅時候咧，其實我完全冇留手㗎，我都係填一啲好密嘅歌詞啦，同埋係完全冇重複嘅，而佢哋都能夠全部背到晒啦，演繹得非常精彩，咁實在令我非常驚喜嘅。我覺得佢哋一個二個都好叻。排練嘅時間其實唔會話好長啦，而且佢哋又自己本身都有其他嘅工作在身，佢哋但係都可以分散到時間去投入喺呢個嘅排練入面啦。每次排練都係非常之積極啦，每次都係好準時出席啦，同埋好用心嘅。我喺呢個香火燎原入邊咧，係做緊一個奶媽嘅角色嘅，我去照顧佢哋每一個人有啲咩需要啦。咁可能有時佢哋有啲迷茫，咁就主動去問嘅時候，咁我又幫助下，咁佢哋好快就會理解到其實導演想要嘅係啲乜嘢咯。每一個演員、每一個參加者都有佢自己嘅 interpretation，佢自己嘅詮釋，無論係方法啊，或者一啲嘅佢哋一啲嘅 character 一啲 flair 出咗嚟。咁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到，呢個演員係佢有咁嘅反應喎，另外一個演員佢嗰個反應又唔同啲喎。即係佢哋本身之間嘅關係又係點咧？咁樣呢啲我覺得都好有趣。舞火龍嘅時候，特別係嗰八個9個㗎嘛，你嗰個齊心嗰個感覺咧，我哋真係要練好晒，即係一齊向左，一齊向右，唔可以即係同一個速度，唔可以太快，唔可以太慢咁樣。因為都真係要夾咗好多次，練咗好多次，我哋先可以做到9人同心咁樣一齊呢個感覺，都花咗好多功夫嘅。所以希望觀眾都可以睇到我哋呢個努力咯。當我一開始參加南區嘅 program 嘅時候，都冇諗過係真係會接觸到一個咁傳統嘅技藝啦。我覺得最意想不到係真係有得舞火龍，咁而係真係有得去真係原本做開舞火龍嘅人嗰度學。咁我覺得大家都係互相感染咗大家嘅呢團火。今次咧有好多中西合璧嘅動作，我哋有排舞 event 加入咗一啲西方嘅元素，融入喺呢個中國嘅舞火龍嘅舞蹈入面喎。喺劇入邊有一啲關於去定係留嘅議題啊，我覺得呢個都好適合而家香港嘅唔同人嘅心態啊。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原因去或者留嘅，冇話邊邊係啱邊邊係錯。我覺得喺套劇度都可以揾到一啲喺呢個議題上面嘅探討。咁其實依家好多我哋年輕一代都其實已經遺忘咗文化係需要守護，如果唔守護嘅話，就冇人可以
以傳承落嚟。我希望每一個觀眾可以透過呢個劇留意到我哋每一個人。咁因為每一個人其實我哋喺排練期間都付出咗好多心力啦，去思考自己嘅角色同其他人嘅關係啦。有好多嘅小巧思其實係有出現喺個劇入面，但係劇本上面冇寫嘅。我哋喺劇入面咧會各自組成一啲唔同嘅家人關係嘅。排練嘅時間係新年啦，咁所以爸爸咧就會準備利是俾我哋，咁就我哋都每個人好似去拜年咁樣。咁同埋我哋一收到戲服嘅時候咧都好開心啦，大家一齊着起咗。咁然後就有人提議，不如我哋一齊影張全家福。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令到我覺得好溫馨、好值得紀念嘅記憶咯。辛苦咯，嗰個真係辛苦咯。就話堅持到去到呢一度，其實係你仲發緊嘅，係啦，但係起碼都勇敢咁樣去面對呢一個新世界。我覺得學識舞火龍好型，舞火龍嗰刻係啲觀眾都會睇到哇哇聲嘅時候，好有滿足感。台上面其實我最 enjoy 嘅係偷睇其他人做戲嘅，係啦，因為咧通常大家每一場戲咧做嘅嘢都唔一樣啦，咁咧所以大家嗰個反應同火花每一場都好唔同。咁我最中意就喺後邊大笑啦。音樂劇係我兒時一個夢想，所以我今次係好開心能夠入到呢一個團隊，所以我會真係好衷心感謝各個嘅同學仔咯，我哋會互相支持，同埋即係鼓勵下大家咁樣。大家都好認真啊！要逐場之後慢慢 warm up 嘅，好開心可以做自己做嘅嘢。學 BB 真係有啲辛苦，見到佢哋笑得好開心咧，我都好滿足咁樣。好叻咧！我覺得今次係好犀利，好幸福啊！我覺得欣賞大家去咁俾心機去參與呢一個 production。但係我最欣賞就係佢舞火龍嗰個時嗰個 backing 咧，嗰啲音樂咧好似好有氣氛咯，個氣勢好好。演戲家族18有藝飛越藍寶石第1年嘅活動已經圓滿結束。嚟緊我哋會喺南區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音樂劇嘅魅力同埋樂趣，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演戲家族，我哋劇場再見。